知錯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所以法利賽人嗰份嘅自大、驕傲、自滿，容納唔到其他嘅人，反而別人喺佢眼中係非常之渺小，渺小到甚至佢可以喺天主嘅面前，喺佢祈禱之中表達出佢嗰份高傲。所以你真正知道自己充滿罪惡，所以佢自謙自卑。所以我哋睇到兩者嘅比較，幫助我哋自己去反省，究竟我哋喺天主嘅面前應該時常抱住一種乜嘢嘅態度？我哋嘅祈禱係為咗標榜自己，踩低其他嘅人，抑或謙卑咁喺主嘅面前認罪？